一半挨住誠心嘅煙火，一半守住半山清靜嘅家。金鷹半山花園將自然搬入生活入邊，通勤方便，逛街逛公園亦都好順路。一半煙火，一半清靜嘅家，呢啲先係我哋中山人想要嘅實在幸福感啦！歡迎大家收睇我的美好半山生活。約8500平方嘅蝶景園林，採用現代風格，融入寫意山水元素，半山而居嘅地形特色，視野開闊，投資近200萬打造6大主題空間，23個生活場景，半山書房、奇藝區、兒童遊樂場、健身站，覆蓋全齡段嘅業主需求。配套更加之豐富啦，落樓就係58萬平方嘅商業綜合體萬象匯，盒馬生鮮亦都喺度，吃喝玩樂樣樣齊全。小區門口啊，就係永東巴士站，直達香港，非常之方便。成個樓盤全方位升級，以前係賣15000蚊個毛坯，而家直接送你5000蚊一方嘅豪裝，係豪裝啊！咁樣板間呢，而家正在升級中，我同開發商攞咗效果圖俾大家及一及先。全屋開放式空間設計，不管樓層高低，自然採光同通風都可以入戶，極簡嘅輕車設計，整體嘅空間使用率大幅提升，超10米餐廳嘅大橫廳，盡享車闊空間，全屋零障礙嘅動線，清潔無死角，超強嘅儲納空間，極致人居品質。點個關注，我係你身邊嘅專業房產葉小姐，我哋下期見。